開始之前，我想邀請你想像一件事情。而家我哋嚟到5年之後，你一早起身，係一個普通嘅星期二，嗰一日唔係一啲特別好或者特別差嘅一日，就係一個非常之普通嘅日子。你喺同一張床起身，同一間房間，可能做緊嘅亦都係同一份嘅工作，身邊嘅圈子都係差唔多。你第一個感覺係覺得有啲攰，係嗰種你都講唔出點解，但係好似就係覺得琴日同今日冇咩分別。然之後呢，你心入面有一把細細嘅聲音話，好似又係新嘅一日，但係我乜都冇建立到出嚟。我係冬菇妹，歡迎嚟到冬菇妹成長哲學呢一檔 podcast。呢一個係關於成長嘅長對話。我今年19歲 Year 2，一邊讀書一邊實驗人生。喺呢一度，我會用心理學同埋哲學嘅視角拆解有關閱讀、焦慮、成功、主體性同埋自我價值嘅內容。呢一度係一個正在成長緊嘅人公開佢嘅思考。話說咧，大家啱啱聽到嗰個開頭咧，唔知大家覺得點啊？即係有冇畫面感覺？就係幻想一下你5年之後一個普通嘅星期二會係點樣呢？最近咧我就睇咗一條 YouTube 片，係一個國外非常之出名嘅 YouTuber 同埋個人成長嘅專家 Dan Cole 所出嘅一條片，叫做 How to Change Your Entire Life in One Day。入面咧嗰條片咧好似40幾分鐘。佢有一套嘅問題，大概20幾條。我咧就真係花咗一個下午咧，我做咗呢20幾道題。呢套嘅問題咧，真係好深入、好痛。佢嘅設計係讓你一層一層將自己拆開嚟睇，透過呢一啲嘅問題，能夠真正地去改變你嘅生命。佢從問到你一直日常當中忍受緊啲乜嘢，到你自己平時你保護緊啲乜嘢，到如果乜嘢都唔改變，你嘅人生即將會走向咩位置呢？我花咗1日時間，認認真真咁樣做完咗。做完之後呢，我有一個好強烈嘅感覺，我覺得呢一套問題唔應該只係我自己做，所以我今日想做一件事，我會一條一條咁樣講呢啲問題，然之後分享我自己嘅答案。但係我唔係要教你要點樣去回答呢啲問題，亦都唔係話俾你聽生活應該要點樣去過。我係想邀請你一邊聽一邊問自己同樣嘅問題，可能你會發現你嘅答案同我好唔一樣，亦都可能會發現有啲地方我哋其實係棘住喺同一個位置。呢一集可能會有啲唔舒服，但係我覺得非常之值得。呢套嘅問題呢，因為佢有20幾條啦，份量呢亦都好多好深入，所以呢，我會分為2集。今日呢，我會談及上半部分。頭嗰11條係關於看見嘅，睇到你一直喺度忍受緊啲乜嘢，一直逃避緊啲乜嘢，到底保護緊啲乜嘢。而下一集呢，就會分享關於設計嘅部分，如何去設計你真正想要嘅人生，你嘅願景同埋每一日可以做嘅事。咁今日咧喺呢一集當中所提到嘅有關所有嘅 YouTube 影片啦，無論係啲資源分享咧，我會將佢全部整理好，然之後放喺下面 show notes 入面。咁到時咧大家就可以去睇翻。好，事不宜遲，我哋馬上開始。第一條問題咧就係問喺你人生當中有冇一樣嘢你其實係唔滿意噶，但係你一直都冇改變，最終佢變成一種日常嘅忍受。喺度想大家留意。嗰個唔係一種好大嘅痛苦，唔係話失戀啊、考試失敗啊、失業。佢問緊嘅係嗰一種好低強度，但係一直存在嘅不滿，就好似背景噪音咁樣，你已經習慣咗啦，但係佢每一日都喺度啊。我自己對於呢條問題，我諗咗好耐，我發現有3個。第一個，有時候我係會拖延一啲需要深度思考嘅事情，尤其是有關創作，因為要構思、要寫作、要真正輸出嘢，呢啲事情我覺得佢全部都要用腦㗎。我需要去輸出，我需要去承受一種我做得唔夠好嘅可能，所以我大腦會自然去逃避，去做一啲比較容易嘅事，例如係不停咁樣做啲資料搜集啦，一陣間都會講到呢個位置。第二個就係我對於完美主義有個工具陷阱，我會有一種感覺係我要揾到最好嘅 AI 工具，即係尤其是係最近好興起呢個 AI agent、OpenClaw， 以前仲有 ChatGPT、Claude Gemini、NotebookLM 等等，我全部都有去實操實驗過。我覺得要完成咗個系統設計好流程，整好晒所有框架，掌握晒所有工具點樣運用，我先可以開始。
但係我忽略咗一點就係真正嘅創作，我一直都冇開始到，好似好勤力咁樣準備，往往係一種高級嘅拖延。第三就係我想做嘅事情太多啦，例如我會對於身心靈、對於心理學、對於哲學、對於時間管理、對於投資理財、對於財商，全部都有興趣。我好奇心強，樣樣都想睇，樣樣都想學，樣樣都想試，但係結果咩都掂一啲，冇深入。如果要用一個說話將呢三件事濃縮嘅話，其實就係我有好多想做嘅嘢，亦都識得點樣去同人講，點樣表達，但係我嘅行動常常都冇跟上。呢種感覺唔係話好痛好痛嘅痛苦，佢係一種持續存在，嗰一種明明知道自己可以做更多，但係每日冇完全發揮嘅感覺。都想大家思考下，到底有冇啲咩日常你好想改變，但係你最終冇做到，成為一種日常忍受嘅事情呢？第二條問題，喺過去一年入面，你最常抱怨嘅三件事情係乜嘢？而嗰三件事情你係冇真正改變過嘅。我發現啦，我過去一年最常抱怨嘅三件事，其實同第一條嘅答案真係差唔多。第一，拖延產出，尤其係自媒體，我心入面一直覺得我應該可以做更加多嘅內容，點解我冇出片？點解我嘅效率咁低？第二，資訊太多，但係好多時我唔係真正學到，收藏好多嘅 link，save 低好多嘅內容，見到好多課程同工具，但係真正深入想學嘅嘢唔係好多。第三，有時候我會好想早啲瞓覺休息，想去做運動，但係生活節奏混亂，因為我想做嘅嘢太多。夜晚我會俾一啲 YouTube 片，可能某一個博主去更新嘅 podcast 吸引咗我注意力，就會想睇埋呢條先，跟住先休息，然後節奏就亂咗啦。呢三個背後有一個核心問題，我嘅系統太少，想法太多啦。大腦係處於一個好高好奇、高想法、高輸入，但係生活嘅結構仲未跟得上，所以就會出現咗一個嘅循環。吸收資訊啦，第二諗得好多，第三冇結構，自然就拖延，覺得產出不足，再去揾方法，再去吸收資訊，然之後不停錄。第三條問題， What would someone who watch your behavior conclude that you actually want？ 如果一個人唔聽你講啲乜嘢，只係觀察你嘅行為，佢會覺得你真正想要嘅係啲乜嘢？呢條問題呢，我都覺得幾觸動到我，因為佢講緊嘅係將你嘅說話、將你嘅表達拎走。我唔理你講你自己想要啲乜嘢，你嘅目標、你嘅遠景係乜嘢，我只係睇你每日實際做緊啲乜嘢。我好誠實咁樣諗一諗，我抱怨拖延創作呢一件事，但係如果你望我行為，我每日花得最多時間做嘅事情係睇啲新嘅內容，發現新嘅嘢，收集靈感。所以一個旁觀者可能會講，你真正追求嘅唔係創作，係探索，係新鮮感，係嗰種發現新嘢嘅刺激。第二咧，我抱怨資訊太多，但係我嘅行為係每樣嘢我都係淺淺一試，唔會深入。旁觀者會覺得你真正追求嘅係好奇心被滿足，保持住好多嘅可能性。抱怨生活節奏混亂，但我每晚都睇緊新內容，因為新資訊會刺激大腦嘅多巴胺，所以我大腦會選擇睇多條片先啦，而唔係去瞓覺。如果將呢三條放埋一齊，見到一個 pattern， 我係一個中意探索嘅人，好奇心、想法，中意學新知識，愛新刺激，中意新可能性。但係呢一種探索型嘅人格容易出現兩個問題，就係我嘅輸出系統係弱過輸入系統，吸收好多，產出比較少。第二，多巴胺被資訊去佔據，新嘅內容永遠比深度工作更加吸引我。所以我嘅問題係，我如何去將呢個探索變為一個輸出呢？而我都好慶幸自己有做自媒體，因為自媒體都係我其中一個輸出嘅一個好好嘅渠道同埋工具。但係我就要諗，我如何建立一個系統，讓我能夠穩定地輸出。聽到呢一度嘅話，如果你都係呢一種人，諗法好多，好奇心好強，但係成日都會覺得你嘅產出跟唔上，可能你同我一樣，都係一個探索型嘅人格。呢個唔係缺點，但係如果冇結構，佢就會變成一種哇，好卡住自己人生嘅一種感覺。好，第四條問題就係 What true about your current life would be unbearable to admit to someone you deeply respect？ 有冇一個關於你而家生活嘅真相？如果你要對住你一個非常之尊敬嘅人講出嚟，你會覺得好難，甚至有啲羞愧咧。
個問題我都諗咗好耐，因為我諗，哇，我尊敬嘅人，我嘅偶像都好誠實，我要去袒露自己真相嘅話，我會同佢講：第一，我嘅專注力的確好容易俾新嘢帶走咗，好多嘢都想知想睇，但係其實我只係略略咁睇，然之後注意力又去咗另外一個地方。第二點，我嘅創作同埋產出會有拖延嘅情況，有時一整日過去，覺得乜嘢都冇建立。就好似之前我喺關於愛自己嗰一集講到嘅，我如何愛一個冇產出嘅自己呢？第三，我嘅表達能力比行動嘅速度快，我係一個好識得講道理、講觀點、好多分析，但係有時候我講咗嘅嘢，我知道自己有啲都做唔到。如果將佢濃縮成為一句說話同你分享嘅話，其實我知道好多關於成長同埋創作嘅道理，但係我仲未將佢哋可以變成到一個穩定嘅行動同埋累積。講出嚟其實都有啲唔舒服㗎，因為我喺度做緊一個 podcast 嘅分享成長，但係我自己都喺呢個過程當中掙扎。而我諗呢個就係點解我要去講呢件事。成長唔係去到終點先回頭分享，成長係一路行一路去講。呢個就係思考能力已經長大啦，但係我嘅行動系統仲喺度 keep 住要追趕上 catch up 翻。論到第5條，呢條問題非常之沉重，佢問你 If absolutely nothing changed for the next 5 years, describe an average Tuesday。我覺得呢條問題係成套問題當中最有力量。佢問嘅係，如果你而家嘅模式完全冇改變，5年之後一個普通嘅星期二會係點樣㗎？就好似我啱啱一開頭同大家描述嘅一個畫面，我會諗嘅就係5年之後嗰個星期二係一個普通嘅日子啦。5年之後我24歲，一個普通星期二嘅早上，我喺香港嘅屋企醒，都係瞓住同一張床，同屋企人一齊住，房間冇太大嘅變化。第一個感覺就係覺得有啲攰，因為琴晚又睇咗好多內容，又諗咗好多嘢，又收集咗好多資訊，但係冇真正建立啲乜嘢，所以我身體仲係覺得好攰，好想再瞓多一陣。第一個念頭係瞓多陣先啦。可能嗰陣時我冇建立到任何自己事業，我都係翻緊工，日頭9點至到6點我翻工，一份正常嘅工作 office 嘅工，一日大部分時間喺度開會啦，做 task 啦，覆 email。覆信息、處理工作，生活可能唔係好差嘅，但係都冇嗰一種我真正熱愛、我真正熱情、我真係創造緊啲乜嘢嘅感覺。然之後去到晚上10點啦，可能覺得好攰，睇下劇、睇下啲 IG、睇下啲資訊，然之後有一種淡淡空虛嘅感覺。今日我好似又冇真正做過啲乜嘢啦，唔係崩潰啊，只係覺得有啲空虛。呢一條佢真正想俾我睇到嘅係啲乜嘢？佢唔係一個恐嚇，佢只喺度問緊我一件事：如果你而家唔改變，你嘅生活會自然變成一個點樣嘅模樣？而我做完之後，成個畫面最重要嘅一句說話就係：我乜嘢都冇建立到出嚟啊！唔係冇工作，唔係冇生活，而係冇建立。睇好多，諗好多，了解好多，但冇建立。呢一種人嘅人生，最後會變成係理解世界嘅人，但係唔係創造世界嘅人。去到第6條。更加之沉重。Now do it, but for 10 years。10年，如果10年都冇改變啊！10年之後我29歲，我會錯過咗啲乜嘢？有啲咩機會會關上咗？邊個放棄咗我？別人會喺背後如何談論我呢？我去咗諗啦。第一，我會覺得我自己錯過咗建立事業嘅黃金10年。我冇去建立自己事業，我冇喺金融投資上面建立能力，我冇財務自由。我仲喺度打緊工，但係我最驚唔係打工，我最驚係我乜嘢屬於我自己嘅嘢都冇建立到，我會錯過咗建立影響力，冇累積到自媒體，冇建立自己作品，冇建立觀眾，冇喺網上發聲。而呢一件事令我最痛嘅係我14歲嘅時候就開始做內容，所以我驚嘅唔係遲開始，而係我明明好早開始，但係我最後冇結果，冇做到出嚟。第3，我會錯過探索世界，冇去旅行，冇去旅居，冇把握外國嘅機會。我好重視人生嘅體驗，所以我好驚自己只係變成喺一個 office 一個地方工作嘅人。第4，我嘅人際關係會慢慢放棄我。呢一個係我做呢一題最痛心嘅部分。我想象別人喺我唔喺度嘅時候會講啲乜嘢，佢會話Chloe 佢其實好叻啊，不過做唔到。講就識講，但係
冇行動。可惜啦，當年睇錯咗佢。呢個反映住我一個好深嘅恐懼，我好驚辜負人哋對我嘅期待。但更深一層嘅係，我真正嘅害怕係，我驚我辜負咗我自己，我放棄咗自己嘅信念，放棄咗自己嘅 being。如果你聽到呢一度，亦都喺腦海當中幻想緊自己5年後、10年後嘅畫面，我想邀請你今日揾個時間寫低落嚟，唔需要寫好多。但係諗同埋寫係兩件事，寫低落嚟，你會見到一啲你真正逃避緊嘅嘢。第7條 ，You are at the end of your life. You live the safe version. You never broke the pattern. 你嚟到你人生嘅盡頭，你過嘅係安全版本嘅人生，你從來都冇打破過呢一個模式。代價係啲乜嘢啊？你從來冇讓自己去感受、去嘗試或者成為啲乜嘢啊？如果我呢一生人我都行緊一個安全嘅版本，嗰個代價會係啲乜嘢？我係會成為我自己最討厭嘅人，安安穩穩打工，唔夠膽突破，因為面子，因為自尊，唔夠膽開口，唔夠膽表達。我冇影響過任何人，我放棄咗我自己嘅潛力，我親手斷送咗自己可以自由飛翔嘅機會。我冇成為一個我想成為嘅人，嗰個我冇讓自己成為啲乜嘢，一個真正嘅創作者，一個自由嘅人，一個可以拎起自己話語權，一個能夠專注，能夠得到成功，能夠愛身邊人嘅人，一個豐盛到可以給予別人嘅人。而做完呢一條，我都發現咗一個陷阱，我會將啲嘢諗得太極端，一邊係穩定打工毫無價值，一邊係億萬身家頭等艙豪車。雖然我知道真正嘅人生唔係呢兩種極端，真正嘅差別係我自己最重視係我有冇建立到一啲乜嘢啦，唔係豪車，唔係月入幾多，而係我有冇作品，我有冇能力，有冇影響力，有冇自由度。所以成個1至7題佢問嘅同一件事，你人生真正嘅矛盾係啲乜嘢？我嘅答案就係探索以及建立。我中意學新嘢，睇新內容，中意思考，但人生真正嘅累積係長期建立。好，輪到第8條。Who in your life is already living the future you just described？ 你身邊有冇人已經活出你啱啱描述嗰個嘅未來啊？我諗到嘅全部都係同一種人。我諗到嘅係好多外國嘅 creator，Dan Code、Alex Hormozi、Jay Shetty、Ali Abdaal、Mark Manson、Tim Ferriss， 仲有我認識嘅一啲華人創作者。其實佢哋都有同一種核心嘅模式：個人品牌、知識輸出，有自己嘅平台，有自由度。佢哋係標緊自己個人品牌，做自己想做嘅事，同時用內容影響好多嘅人。當我諗起呢一班人，我嘅感覺係好爽好正，係一種被佢哋吸引嘅感覺。心理學入面有一個好有意思嘅觀察，你羨慕嘅人其實係提示緊你自己嘅潛能。我哋被某一種人嘅人生吸引，因為我哋內在有嗰個嘅方向。我真正被吸引係3件事情。第一，自由度，唔會俾一個公司完全操控，你可以 work from anywhere。第2，有創作權，你可以表達自己嘅思想。第3，影響力，你嘅內容給予別人價值，甚至別人願意付費，你嘅內容影響到身邊嘅人。但我都想提自己一件好真實嘅事，我啱啱提出呢啲嘅人，佢哋都有一個共通點，佢哋唔係因為諗好多先成為咁樣，佢哋係因為長期輸出。Dan Code 幾乎每日都寫內容，Ali Abdaal拍咗幾千條片，Alex Hormozi每日內容輸出，Mark Manson 長期寫作。佢哋真正做嘅一件事，10年如一日咁樣建立，唔係天才，係累積。所以呢條題真正想讓我睇到嘅就係，如果有人已經活喺你想要嘅未來，咁樣就代表嗰條路係真實存在，佢唔係幻想。個問題只係你會唔會行嗰條路呢？第9條 ，What identity would you have to give up to actually change？ 如果你真係改變，你需要放棄啲咩身份？我諗咗好耐，第一個身份必然係我仲係嗰種好年輕，仲係探索緊嘅人，我仲係學生，仲揾緊方向，仲有好多時間可以慢慢探索。呢個身份其實好舒服，佢有一個隱藏保護俾咗我。如果我仲喺度探索，咁我就唔需要真係交付成果，冇人會問你建立咗啲乜嘢，因為你仲揾緊方向啊嘛。第2個身份，我係嗰種好識得講，但係未做得到嘅人。吹水好叻，講得好好，但未必做到。呢一個係一種思考型人嘅身份，佢唔係建立型，
第三個身份，我係嗰種一直準備緊嘅人，睇好多資訊，做好多準備，但係冇建立系統。準備者唔係創造者。如果真係要改變，要放棄嘅只有一句說話：我仲喺度揾緊方向。當一個人話自己揾緊方向，佢就會一直停留喺探索嘅階段。但係其實我一早知道自己方向，我知道自己想要成為點樣嘅人。個人品牌、內容創作、影響力、創作者人型嘅人生方向，佢唔係一個問題。問題係我一直用揾緊方向嚟允許自己停喺起點，而社交上嘅代價都會有㗎。但係我覺得呢個唔係一件壞事。無效嘅社交將會慢慢減少，同時我會更主動、更勇敢去接觸厲害嘅人，我會更敢開口、更敢表達，唔在意人哋點樣諗。呢個唔係代價，呢個係身份升級帶嚟嘅自然篩選。第10條，What is the most embarrassing reason you haven't changed？ 你冇改變最丟臉、最尷尬嗰個原因係啲乜嘢啦？我諗到3個。第一，我驚自己冇想象中咁犀利，呢個係最深層次，因為只要我真正冇全力去做好一件事，我就可以保留一個幻想。如果我真係做，我都可以好厲害啦。而人生最大嘅遺憾係我本可以，我本來可以咁噶，我本來可以點樣噶。但一旦你真正開始做，就會出現咗一個可能，你會發現自己仲未夠好。呢一刻其實真係好 hurt，所以大腦會選擇一個安全策略，一直準備，咁樣呢個幻想就唔會被打破。第二，我驚犯錯，我驚學唔識。創作最殘酷嘅一件事係第一次寫唔好，第一條片唔好，第一個產品唔完美。創作時候大腦會遇到棘住啦，唔確定、自我懷疑，所以大腦就會偏向去睇啦，睇多啲資訊先，而唔係做。呢一個係成個資訊時代嘅大腦陷阱。但係呢3個原因背後指向同一件事，我好在意自己做唔做到。如果我真係唔介意嘅話，我唔會驚㗎。所以我嘅問題係自我期望好高，好驚證明自己唔夠好。最後一條，第11條。If your current behavior is a form of self-protection, what exactly are you protecting? What is the protection causing you? 如果你而家嘅行為係一種自我保護，你到底喺度保護緊啲乜嘢？而呢個保護正在讓你失去緊啲乜嘢？呢一個係成條問題心理學最深嘅一條。佢唔係問你做咗啲乜嘢，而係問你點解要咁做。好多時候我哋見到好似拖延、分心，一直睇唔同嘅資訊行為，其實係一種 self-protection。自我保護係大腦喺度講，因為咁樣比較安全。我3個保護機制，第一，我保護自己唔需要面對困難，可以一直學，唔使真係做。學習嘅感覺讓我覺得自己進步，但建立先係真正嘅進步，所以大腦選擇一直學。第二，保護自己不被評價，只要冇真正嘅作品，人哋就冇嘢可以批評，唔開始就係最安全嘅。第三，保護我嘅自尊。我自尊其實好重，如果自尊建立喺我可能好勁嘅呢一個幻想上面，咁樣大腦就會避免任何可能證明我仲未夠勁嘅嘢，所以一直停留喺準備階段。但係個代價呢？代價係你嘅作品、試錯能力、影響力、資產、自由，全部都係我保護嘅過程當中失去。保護我免受痛苦，但係同時保護我避免成長。喺呢一度，我想分享一個好重要嘅轉念。好多人以為自尊係嚟自於哇好勁啊，佢做到好多成功嘢，但係真正穩定嘅自尊係嚟自於累積，唔係幻想中嘅厲害，而係做咗好多嘢，試咗好多次，失敗咗好多次，建立咗好多作品，慢慢堆砌出嚟。所以真正嘅轉變唔係變得更加勁，而係換一個身份，從我係一個可能好勁嘅人，變成我係一個每日建立東西嘅人，唔係勁。只係每日建立。有一句說話，我喺好多創作者學到，唔好保護你嘅自尊，去保護你嘅作品，因為自尊會不停浮動波動，但係作品會累積。做到呢度，其實1至11題已經完成晒噶啦。如果將所有答案放埋一齊，佢只係話俾我聽一件事：我嘅人生棘住咗喺一條線上面，從探索到建立，我探索咗好多啦，理解咗好多。亦都識得表達，下一步只係剩翻一件事，開始建立，唔係完美建立，只係開始。呢套問題呢，揭示咗3個核心。我最大嘅問題唔係出自於能力，我清楚自己想要啲乜嘢，驚啲乜嘢，棘喺邊度。第二，我嘅核心矛盾係探索同建立。我中意學新嘢，睇內容思考，但係人生真正累積嘅係長期建立。第三，我真正害怕唔係失敗，
我害怕嘅係我其實有潛力啊，但係我冇用出嚟咯。今日我冇要俾你一個答案，因為呢一套嘅問題上半部分嘅重點唔係解決，係看見，睇到你一直忍受緊啲乜嘢，睇到你嘅行為喺度講緊啲乜嘢，睇到如果唔改變，生活會自然行去邊度，見到你到底保護緊啲乜嘢。如果你一路聽一邊好有感覺，我想邀請你做一件事，揾一個安靜嘅時間，你自己都回答呢啲問題。唔需要寫好多，但係一定要寫，因為諗同埋寫係兩回事嚟㗎。寫低落嚟嘅時候，你會見到一啲你一直逃避緊嘅嘢。下一集我會分享後半部分，從我想要一個點樣嘅人生開始，我會講嗰個理想星期二係點樣，我需要放棄啲乜嘢信念，我需要成為一個點樣嘅人。嗰一集會由診斷走到去行動。好多謝你今日聽到嚟呢一度。如果你都係喺呢一個階段，知道自己想要更加多，但係未開始建立，咁樣我哋其實喺同一條路當中啊，慢慢嚟啊，但係要開始。覺得今集 podcast 唔錯嘅話，期待你俾我一個5星嘅評價，亦都可以去 follow 我嘅 IG Chloe_0622_，期待收到大家嘅私信，有關於今日呢啲嘅問題。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